就要来讲，这个嘉义县是全台湾沙白鱼第3大的产地，年产达超过6亿。秋天是大产季，嘉义县政府特别伫布袋关大的教堂来举办着沙白鱼嘉年华会，开120块道，一道是3000块，拢是用加工处理过无饲的沙白鱼来做主食材，搭配着布袋水煎苦瓜、闽香的旺来等等，来做成滚啊笋较有特色的美食。游客会当哪听音乐会，哪食沙白鱼的料理，真享受。米果铺红烧沙白鱼，另外一出嘛是海产，真甲金黄金黄的沙白鱼卷、沙白鱼烟钱，每一出的沙白鱼料理甲摆规排。嘉义县政府伫布袋关大的教堂开120道。最近的虱目鱼它疲软啊，价格还有我们的香蕉，所以我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多吃虱目鱼，多吃香蕉，那帮忙我们的产业能够让我们的渔民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中秋节。嘉义县市沙白鱼的面积差不多是2500公顷，年产量差不多是8.300外吨，产值超过6亿，是全台沙白鱼第3大产地。沙白鱼又称为牛奶鱼，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用鱼家鱼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千人宴，大家一起来讲沙白鱼。沙白鱼有丰富的蛋白质甲真侪维生素，鱼头到鱼肠、鱼皮拢会使食，嘛变成好上桌又个好食的料理。